轟動政商界嘅新地案將會喺出年開審，為咗迎戰新地兩個聯席主席郭炳江、郭炳聯等人請嘅升級大狀，律政司破天荒額外開設新職位。有大律師話，今次嘅做法係非常罕見。律政司向立法會提交嘅文件指，將會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，月薪大約係14萬，任期由今年嘅12月18號去到2017年嘅9月30號。今次係律政司首次為單一案件嘅檢控工作申請開委，主要係就許仕仁、郭炳江、郭炳聯、陳巨源同關洪生嘅涉嫌貪污罪行領導檢控工作。文件中有提到，由於係考慮被告同有關公司嘅背景，而案件所牽涉嘅罪行嚴重，好可能係香港歷嚟最大規模嘅貪污案件，先至有咁嘅需要。有消息話，現任處理高級刑事檢控專員何偉曼將會擔任呢個職位。佢喺處理有關貪污案件、審訊同上訴方面都有豐富嘅經驗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